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礼拜开始咧，咱先来串联今仔日所要念的信息，请咱掀开251首信息251首，主笔听读大人君。咱来看第1节第2谱票，第2节大影那山砍落来，砍落来。好，其他拢会使。过来游玩第2节，同尾节的第一节第1谱票，互我晓伫你是的数，民数的数是晓，互我晓伫你是的。好，咱来唱第2节251首第2节。第2首的信息258首，信息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来唱第4节的第2谱表，着相信我可虽然袂肯定哈，着相信我。相信我可以，虽然袂堪定。好，第4节咯。来，今时基督遵守主之心，忠心尽力家己不分，着相信。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紧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伊无照咱的罪过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天离地遐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大。东离西遐远，伊互咱的过犯离开咱也是遐远。圣诗第251首，慈悲疼痛大灵君。圣诗第251首，慈悲疼痛大灵君。会众请起立。请由阮徛伫同齐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真心、真实、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群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捌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课英文第28篇，伫信息后壁面第42面。课英文第28篇是对诗篇第139篇来的，我来课，恁来用。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把我。你对远远在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清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我
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城。我若就天伫遐，我若顶开清早的七，就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夜看我，就黑暗也袂会夜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你是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滴记宝贝。我困真醒的时，犹原甲你相隔伫地。上帝啊，求你检查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三甲后头来祈祷。听我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众兄弟姊妹，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求主帮助阮伫开始敬拜你的时，安静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伫忙碌的生活中间，我的心真乱，也有真侪挂虑甲重担。今日求你，互阮暂时放落这一切，专心来亲近你。主啊，你是怜悯人的主，你知影阮的软弱，也知影阮一切需要。只是求你用你的恩典也看阮，互阮的心通得到平安。求你接近清洁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用清洁的心来敬拜你，用谦卑的心来听你的话。主啊，求主祝福今日礼拜，无论是敬拜、祈祷、读经，也是有无数的讲道，互无论是听的也是讲的，拢有你的同在甲带领。主啊，我恳求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心讲话，互阮伫你的面前得到安慰，得到提醒，得到教示，嘛得到生活新的力量。主啊，阮将今日的聚会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阮的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保罗圣歌队要用灵敏因抑阁保留来献予上帝，请圣歌队。
为着我救主出现，将上业向我显现，我亲知上帝听我。圣经，今日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8章第20到第11节，请看旧报后壁面，请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8章第20节，透早搁到避殿内，百姓拢就近伊，伊就坐伫来教示因。经下士甲法利赛人带一个妇人人来，是伫行奸淫的时，互人掠着的，已经互伊徛伫中央。伊就对耶稣讲：“先生，这妇人人是拄行奸淫的时，互人掠着。摩西伫律法命令阮用石头钉死即号的妇人人。但你讲怎样？”伊讲安尼，是要试耶稣，爱得到有芳通告伊。耶稣就压腰，用指头写字伫涂骹。伊又原问伊无煞。耶稣就挺身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罪的人，通大声用石头钉伊。”就搁压腰，用指头写字伫涂骹。因听了，对老到少年，一个一个拢出去，只有耶稣家己伫遐。妇人人又原徛伫中央。耶稣挺身起来，甲伊讲：“妇人人啊，你因伫倒落，无人定你的罪吗？”伊讲：“主啊，无。”耶稣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啊，打以后无得搁犯罪。”圣经读到遮，进度压腰到挺起腰的拯救，时间交互王牧师。大家平安。伫讲道内先，咱先做伙来祈祷。主啊，亲人的怜悯，减真正悠远保留为着阮。主伫阮逐工的生活，伫阮拄着真侪患难困境的时，阮真正犹豫，也真正无确定，主你是毋是真正听阮？可是主，感谢你透过阮逐届所读的经文，逐届阮众人所聚集的时，主你透过你的信心引带，你带领阮，互阮知影，主啊，你真正听阮，而且听阮到底，将今日阮的信息。互阮所讲的、所听到的，拢通成做阮众人的稳定甲利益。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搁一摆，大家讲平安。我叫黄欣怡黄心怡。目前我即马伫即个马街病院咧做义牧。今日真欢喜有即个机会，通牵咱大家为着即个男性奉献主日来，牵大家分享信息，甲分享上主伫我身躯顶的真侪恩典吼。我想大家拢知影，即个升学的教育吼，莫讲升学教育，一般的教育吼，拢毋是一日就当成就吼。咱看咱的囡仔对细汉安尼甲栽培，敢是一日摘一个伊怎啥物拢会晓吗？吼，拢毋是吼，拢爱足久用真侪气力来栽培吼。但那亲像我即马已经为即个升学院已经毕业，差不多约有10年的时间吼。可是我嘛时常感觉家己我所学的吼，真正是真有限。我定定会需要转去升学院，搁转去进修吼。真正谦卑承认家己真正真有限。我毋知伫咱中间敢有人毕班心有受到即个呼召，想要去考升学院的无？敢有？咱中间敢有？可能也袂有吼，还是也袂承认吼。若有，我嘛真鼓励将即个心志奉献伫上主的面前吼，恳求伊来陪伴你。我要坦白讲，升学院，我想即个真知影吼，咱升学郑美姐真知影，升学院其实是一点仔拢无美好，嘛无神圣的所在吼，是真侪有一堆有罪的人，
所徛起的所在吼。可是也就是因为安尼，因为人所伫地的所在有真侪遮尔侪无完美的所在，咱更加需要去承认，咱真需要谦卑来寻求上帝吼。因为伊的大气力，伊的智慧，超过人的自尊甲掠家己做到吼。所以我嘛要请大家爱为即个神学院的教育来祈祷，为传教者来祈祷甲奉献，以及时常的关心。好，这是我今日的报告吼，我的即个任务完成吼。我要进入我的即个信息的大心，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毋知咱大家敢有迄个经验无？迄个两难的经验，两难的经验无？通常两怎样来化解？反正时间拢会过，是安尼吗？我细汉的时阵，阮老爸伫我9岁时阵过身去吼，我是大汉的。阮妈妈自阮真细汉的时阵，就带阮3个囡仔，我下骹阁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吼，阮斗3个囡仔，带阮3个囡仔一直咧搬厝吼，因为都无钱，所以一直咧换厝吼，搬倒位较俗，就搬去倒位吼，阮就一直咧搬厝。毋过阮无论搬去倒位吼，阮4个人，我妈妈甲3个囡仔，阮4个人拢困共间。有一间暗时吼，已经即个关电火，阮拢咧困啊。我甲我妹妹困伫门床顶，弟弟甲妈妈困伫涂骹。我袂记得是啥物款的原因吼，我甲我妹妹弯起来吼，已经在困啊，电火拢关起来后，开始愈弯愈厉害吼。开始我甲我妹妹抾头毛啊、占巴肚啊，伫遐咧冤家啊。恁想一个做老母的应该安怎？应该会安怎？要无就是生气嘛，要无就是伫遐主持公道嘛，叫我莫吵啦吼。我妈妈真正伫迄个黑暗暝吼，伫迄个暗时吼，忽然间阮就看到有一个乌影徛起来吼，阮就掠准讲阮妈妈要来甲阮捉啊吼，要来甲阮拍安尼。结果我妈妈摕2粒枕头吼，开始为阮加油加油加油，拍死一个减一个吼。阮硬伫遐吼，我甲我妹妹吼，有毋知安怎反应，因为阮无料想妈妈会是即款反应嘛吼。阮硬伫遐，袂记得阮当地冤家，当地相拍吼。我妈妈是毋是真有智慧吼？相信咱伫即个日常的生活中间，咱一定会拄着即个两难的时刻吼。有时你怎样做，怎样拢毋对吼。就是伫耶稣的时代，嘛有即款的时刻吼。咱做伙来看今仔的经文，伫约翰福音第8章第2节，安尼讲吼，伊讲透早耶稣搁去圣殿吼，民众拢倚伫伊遐吼，伊坐落去要甲因教示。迄时经学教师甲即个法利赛派人带一个妇人来到因的面前，讲伊伫犯奸淫的时阵，互人掠着吼。因怎互即个妇人徛伫即个中，问耶稣讲：老师，你讲即款查某人，即个查某人吼，伊咧犯奸淫的时阵，互咱掠着吼。你看，根据即个律法吼，摩西命令讲，咱着用石头甲钉互死吼，钉死即个查某人。你有啥物款的意见无？伊讲爱甲钉互死哦。因安尼讲是要安怎？是要试探耶稣。通要找迄个空芳甲伊过吼，即个场景吼，咱来想看觅吼，伊其实是一个已经设计好势的一个陷阱哦。假使若照即个摩西的律法，有人伫即个行奸淫的时阵，互人掠着吼，摩西若照较早的规矩，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爱安怎？爱摕石头甲钉互死吼，甲拍互死吼。可是咱拢知影。伫耶稣迄个时代，以色列国安怎已经灭亡啊嘛吼，已经亡国啊吼，所以即马是罗马人因咧统治即个犹太人的即个世界嘛吼，所以以色列人也就是即马咱咧讲的犹太人，因是袂当凊彩动用即个私刑的吼，因袂使家己看啥物人毋对就甲人拍死吼，因必须爱安怎？因必须爱将人送去即个官府吼。毋过，若送官府，即个行奸淫吼，伫即个罗马政府因即个制度内底，伊是毋免处死的，即个妇人人毋免处死吼。
所以因怎搁挑工要来即个刁难耶稣吼。假使耶稣你若要证明讲你无违背摩西的律法，你毋是一个来扰乱的，那安尼耶稣是毋是你着应该叫大家用石头甲即个妇人人讲互死吼，对无？这若是你若要遵守即个摩西的律法嘛？可是咱来想哦，若今仔日真正耶稣安尼做，伊叫众人用石头吼，你会使用石头甲讲互死吼。耶稣若安尼做，伊怎违背即个罗马政府的律法？就哪参像今仔日咱的律法咧讲教唆杀人吼，你叫别人甲杀死嘛吼，教唆杀人。那安尼耶稣伊会当场吼，即个罗马人所掠去吼，伊会受掠嘛吼。所以因着挑工要用即个来刁难耶稣吼。咱来看圣经的第6节，耶稣伊安怎做吼？第6节的后半段，伊安尼讲吼，耶稣伊怎哭落去，用指头啊伫即个涂骹写字吼。伊在写啥物？毋知，咱毋知吼，毋知伊在写啥物。毋过遮挑工要甲，互伊歹看的遮个人，看着伊怎哭落去，毋知咧创啥，因怎一直去甲耶稣吵吼，想要爱伊，互因一个答案。第7节讲，因直直甲问耶稣怎徛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罪人，先摕石头甲伊钉。然后伊怎搁哭落去吼？伫涂骹写字。第9节，因一个听着遮个话，对楼的开始，一个啊宣出去，剩耶稣一个。迄个妇人人犹徛伫遐吼，哇！敢有感觉耶稣真厉害？耶稣真厉害吼！伊无限落伫迄个两个答案吼，到底是要照摩西的律法，还是莫去犯着即个还是要照即个摩西的律法来去犯着即个罗马政府的即个律法吼？伊无去拣倒一个哦，伊反倒用一个新的答案，因拢无想到一个答案，互众人鼻仔蒙蒙的怎走去对无？耶稣讲，恁中间无罪人会通大声先用石头甲伊钉吼。耶稣伊的话一个讲煞，因怎一个走去吼？是安怎？遮个人怎一个走去？因为无人敢讲家己是一个无罪的人吼，对无？如果若要照摩西的律法办即个妇人人，那安尼是毋是嘛着照摩西的律法办因遮在场的每一个人？兼是安尼？若照摩西的律法，所有的人拢应该爱死吼，因为每一个人伫6天的日子，你难免会犯真侪毋对吼，真侪罪吼。所以耶稣伊无去陷落伫即个是要选倒一个即个陷阱吼。可是伊嘛无讲莫去遵守律法哦。伊是反倒，互人先看到家己的罪，因为假使律法，伊只是要摕来甲人审判、甲人定罪的话，那安尼律法，伊就哪参像石头嘛。所以耶稣伊所讲的话，反倒是互遮个人先看见家己的罪是啥物，那安尼即个律法会当带人到伫稳定的面头前吼。有真侪时阵。咱吼，拢敢若看到别人目睭内底即个柴油啊吼，可是咱无去注意到咱目睭内底即个咱的目睭内底嘛有柴扣吼。咱伫即个马太福音常常听到即句经文吼，我们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的这个梁木吼。我会记得我拄啊即个拄啊生了吼，我的老母就为台南来台北，甲阮做伙住吼。除了甲我做伙来以外吼，伊阁甲我斗顾囝。伊直到我即个细汉的囡仔吼，伊直得要1岁的时阵，有一天我妈妈伊怎甲我讲吼？伊讲我已经订好要转去台南的车票啊吼。我听着伊安尼甲我讲吼，我怎你要转去？你住伫遮毋是好势吗？是安怎要转去？我怎安尼甲讲吼？我妈妈讲我就想要转去啊，我嘛应该爱转去啊。我听着伊安尼讲，我怎开始生气？我心肝头就在想讲吼，毋是住了好势吗？是安怎突然间讲要转去？是有啥物问题吼？伫我心肝头的话更较歹听啦。毋过我安尼甲恁讲啊，是有啥物问题安尼？一直到伊要转去台南前吼，我拢无爱甲伊讲话，吼。
一直到伊要转去台南的前一暗，我看伊咧整理伊的行李吼，我怎有一寡情绪，一寡生气吼，甲伊讲吼，你着遮尔啊想要转去呢？伊怎应我讲吼，我毋是干那你一个囡仔。我就想讲你啥物意思？我听无伊的意思，迄碟吼我听无。伊怎才要讲吼？伊讲吼，就算讲你的弟弟妹妹拢还袂结婚，还袂生囝吼，我嘛希望我会通做甲公平吼。我伫你遮住一冬的时间，我替你煮饭带囝吼，我嘛希望我会通做共款的伫你的弟弟妹妹的身躯顶吼。伊讲安尼，我才渐渐啊明白吼，我妈妈的心。我敢若伊安尼讲了后，我怎有一点仔歹抱歉嘛，有一点仔歹势吼。因为我敢若想起我家己的好势，我敢若想起我家己的事实吼，我敢若想起讲我的囡仔需要有人甲我斗看，甲我斗带吼。可是我从来毋捌想过我妈妈的需要，我妈妈心肝头咧想的公平吼。所以迄一粒我才发现讲，其实咱真侪时阵吼，咱咧看代志的迄个角度，拢真有限。咱真容易感觉家己是对的，咱也真容易感觉别人应该受责备吼。我敢若看到我妈妈，你就是应该来甲我顾囝吼，你就是应该来甲我煮饭吼。咱拢敢若看到咱家己的需要，看到家己是对的，别人应该受责备吼。可是真侪时阵，咱拢无看见家己生命中的迄个主书吼，我们都没有看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个梁木吼。不的确，伫迄当时吼，摕石头徛伫耶稣面头前的遮个人，因嘛是安尼吼。当每一摆我咧读即段经文的时阵，我拢会想讲，是安怎耶稣要哭落去？毋知咱敢有即个想法？咱敢有即个疑问吼？为什么耶稣要弯下腰？是安怎耶稣要哭落去吼？圣经无甲咱讲伊到底咧写啥物，可是我即摆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阵，我感觉迄个哭落去的迄个动作足重要的，因为无论是迄当时伫现场围观的人，或者是今仔日咱咧读即段经文的咱吼，咱拢真容易将迄个焦点吼放伫耶稣甲法利赛派因的辩论内底吼。可是咱却忽略一项事吼，就是伫迄个现场真侪人，并无真正将即个妇人人当作是一个人来看。咱敢有发现？人将伊看作是一个工具，看作是一个物件，看作是一个通摕来攻击耶稣的即个物件吼。伊受掠来，伊受拖来，互人等伫即个人的中间吼。圣经讲伊徛伫中央，可是咱看迄个时刻吼，伊无有名，无人讲伊的故事，无人讲伊的性命。伊只是互人当作是一个案件、一个问题、一个罪证嘛吼。可是真特别，吼！我即摆咧看即段经文，我真受到耶稣即个动作感动吼。伊从来无甲伊看作是一个物件吼。耶稣伊真认真看待伊是一个生命。假使讲犯罪是即个妇人人，伊无法度无承认的一个事实吼。如果犯罪是这个女人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那安尼耶稣伊会哭落去，伊先大声为这个查某人大声去接受所有的控告吼。因为当所有的人要甲定的时阵，耶稣先哭落去迄个动作，一定所有人会先去注意这个动作嘛。袂记得我即马要甲这个妇人人钉石头吼。所以当所有人因徛准备好势要摕石头甲钉的时阵，只有耶稣伊哭落去，无互即个妇人人家己一个人徛伫遐，承受所有的人的责备甲即个控告吼。伊先哭落去，哪亲像先大声替伊去接受这所有的一切吼。所有的人怎戆戆伫遐吼，毋知要安怎反应，也互迄个着急要钉石头的人怎停落来。直到遐一个人一个离开以后，只剩耶稣甲迄个妇人人的迄点吼，耶稣伊怎徛起来？伊无阁嫁真侪人吼，无阁嫁真侪人，
伊徛伫即个妇人人的面头前，看伊，问伊讲：无人甲你定罪是无？有没有人给你定罪？即个妇人人讲：先生，无。耶稣甲讲：我嘛无要甲你定罪，你转去，以后毋通阁犯罪。这是耶稣伊上温柔的拯救吼，伊毋是否认你无做毋对代志，伊无讲你无做毋对代志哦，可是伊却用恩典来互即个控告来结束吼，互即个妇人人甲所有在场的人知影，咱无一个人无罪吼。我伫讲道一开始，我有讲起我即马伫病院咧工作吼。我一个到病院，我就受分派做即个儿童病房的即个关怀牧师。伫差不多2个月以前吼，有一岁囡仔，伊脑伤吼真严重，互人送来对即个桃园送来即个咱的台北的马街吼。即个家属拢受通知讲要来病院开即个家庭会议、家庭的会议。通常，阮知影若要开即个家庭会议的时阵，就表示讲即个囡仔安怎无乐观吼，不太乐观，必须要做一个真重大的医疗的决策。伫要开会进前吼，遮医师、大生，甲阮遮所有的团队的人吼，牧师、社工师、心理师吼，遮其他的团队的人拢找来先来讲话吼。医生甲阮讲即个囡仔吼，伊的脑伤毋是平常的迄款脑伤吼，伊的枕头啊吼，嘛有捌迄个拗过佮好起来的即个骨折的分裂吼。伫遮的报告，因的判断啦吼，因讲吼，即个囡仔大概有受到即个虐待的即个迹象吼，需要通报。阮怎啊带着即款的理解吼，即款的即款的了解，怎啊甲爸爸妈妈以及即个囡仔的阿公阿嬷吼，做伙开即个家庭会议。伫即个会议中，即个囡仔的老爸拢无啥讲话，伊怎啊拢踮久久，怎啊拢陪伫遐吼，豆豆安静的咧听医师因咧解说即个囡仔的病情吼。即个妈妈是哭甲吼，目屎啦、鼻水啦，规面拢是吼。即个会议了后，我怎啊留伫即个家护病房，继续咧关心其他的囡仔甲家属吼。即个一岁即个脑伤的囡仔，伊的老爸老母，因怎啊来穿着即个牧师服的我吼？伊问我讲，敢袂当请牧师替阮的囡仔洗礼？吼，敢袂当替即个囡仔洗礼？恁若是我，安怎回答咧？有人点头吼，我先问因讲：恁是基督徒吗？我先问他们：你们是基督徒吗？因怎啊甲我应讲是，阮拢是。我怎啊考虑即个厝邻的人拢，因兜的人拢来台北啊嘛吼，即个囡仔的时间嘛剩无济啊。阮怎啊定假工，即个家庭会议的假工，替即个囡仔举行即个小儿洗礼吼。毋过恁知影无？对决定要甲即个囡仔受洗，到我咧准备遮个经文礼拜的时阵，我心肝头有足侪冲突的声吼。我怎样通对即个1岁外的囡仔做即款代志吼？恁怎样好意思请牧师来为恁的囡仔受洗吼？这是我心肝头足侪遮尔冲突的声吼。尤其是当我对我的办公室要行去即个家护病房的即个路吼。明明毋免10分钟哦，可是我的骹步足震动的，有够歹行。我怎啊行去即个家护病房的门骹口的时阵，我怎啊停伫遐吼？我甲我的关怀师讲，我的同工讲，要安怎？我有够紧张。我的关怀师伊差不多大我20外岁哦。伊讲牧师，我嘛是。咱敢袂当做伙来祈祷吼？他说我们能不能一起来祷告？我想讲，明明是我先讲，我真紧张的，哪会阁变做我祈祷吼？毋过因为因先开喙啊嘛，我就带伊祈祷吼。我到今仔日吼，我拢会记得我迄当时安怎祈祷的。我讲主啊，当一切证据事实吼，拢
摆伫阮的眼前的时阵，哪亲像咧甲我讲发生啥物代志吼？主啊，遮个代志，互我有真侪真侪情绪，也有真侪真侪逐款的判断吼。可是主，你才是阮生命中的主吼。愿主你指示阮怎样有智慧引带人到伫你的面前，也愿你的慈爱甲公义显明伫阮的中间吼，互阮讲阮应该讲的话，做阮应该做的事吼。这是我迄当阵的祈祷。我祈祷煞，阮就犹原带着遮足复杂的这个心理吼，入去这个病房吼。这个妈妈犹原哭甲足伤心的，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爸爸嘛犹原是踮舅舅。足安静的伫边仔陪伴，伫这病床的边仔吼。我怎啊开始为这个囡仔受洗，带因唱一首诗歌。受洗以后吼，我怎啊甲因讲吼？因为刚好病房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嘛，我甲因讲，咱通把握一寡时间，甲这个囡仔讲话吼，祝福的话，也是讲，互因知影恁真疼伊吼，你们很爱他吼。最后我讲一句话吼，我讲，假使咱若有亏欠，假使咱心肝头若有亏欠，咱也通把握即个时间，甲即个囡仔讲吼，伊拢听会着，虽讲伊拢无醒起来啊吼，伊拢听会着。我即个话正拄仔讲了吼，我怎看到爸爸目屎一直淋，即个囡仔的迄个面床吼，拢是即个爸爸的目屎吼。我看到即个画面以后，我的心怎做八百的吼。我最后嘛是带着即个真复杂的心理吼，怎离开即个病房吼。暗时我就接到即个社工师伊的电话吼，伊甲我讲，囡仔的妈妈带爸爸去警察局自首吼，承认家己对即个囡仔虐待的过程吼，就是即个爸爸怎抱囡仔去弄壁啊，甲抱起来摔涂骹啊。即款的过程吼，做一个牧者，我要坦白讲吼，阮真有机会通听到人心内的上深的软正甲迄个挣扎吼，甚至你会知影一寡犯罪行为哦。毋过迄一点我才明白一项事吼，稳定毋是无认罪，稳定是互人有勇气。去面对你的罪吼，因为当一个人伊知影家己毋是简单有迄个石头咧等你以外吼，是稳定咧甲你铺条的时阵，伊才敢讲出伊心肝头的软正甲迄个挣扎吼。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是总是被石头等着的时候，而是被恩典拖住的时候，他才敢说出他心里最深的挣扎跟软弱吼。留下的姊妹，伫即个世界上，咱真容易摕起石头吼。即个石头有真侪无相款的形状，有时是批评，有时是甲人打标签吼，有时是控告吼。可是咱看即段经文，咱知影耶稣伊袂捌摕起石头吼，伊所做是大声哭落去，伊进入人的破碎吼，然后伊徛起来。开始讲稳定的话。今仔日咱可能是迄个捌摕石头要共定的人，也可能是徛伫迄个中央的人。但是耶稣伊犹原要对咱讲，我嘛无要甲恁定罪吼，恁回去以后毋通阁犯罪。这就是耶稣伊哭落去，阁徛起来稳定的话。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主，阮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感谢你，毋是迄个着急要甲阮定罪的主，却是一个愿意哭落去，进入阮人生命中破碎生命的主。主啊，阮心灵伫真侪时阵，阮真容易缀别人的意思来讲话、来判断，摕起石头要甲人论断，还是甲人批评。阮真学停落来看见家己的软弱、家己的罪性。求主你赦免阮，也求主你帮助阮。当阮徛伫即个
控告、批评的即个世界中间，求你互阮游玩，通会记得你的恩典，互阮通学习怎样放落遮的石头，学习怎样用你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生命。主啊，求你也纪念，伫阮中间心肝头带着亏欠，带着伤痕，甚至是带着罪来到你面头前的人，互因知影，伫你的内底有恩典，有赦免，也有新的开始。愿主你的话语，今仔日成做阮生命新的提醒甲路程，互阮伫你恩典中重新徛起来，也学习行一条更新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回应是信息第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信息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会众请起立。请坐。奉献，请长番的同工。
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教会以上宣传正信徒，万民该祭司。第一点，感谢主耶稣怜悯赦罪恩典，互阮会当勇敢面对咱家己内心的黑暗，得到生命的光。第二点，为教会基体有陈王兰、沈淑慧、陈丽水、赖清光、黄仁和、林春枝、杨若琳、吴武龙、陈秀荣、黄世明、林颖诺、杨志坚、李雅娜、陈怡君。第三点，为社区关怀银发族好处面的老师、志工学员，身灵健康、家庭平安。第四点，为中东的战争、俄乌、海峡两岸，求主耶和华互骄傲的人倒转，愿主世人所怀收起来煞。请同心为这事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感谢你透过主耶稣基督赏赐阮怜悯甲赦罪恩典。也感谢主透过今日牧师所对阮所讲的，阮对伊的分享，阮听到真悲哀的故事。总是，阮看到，虽然是基督徒，嘛是会犯罪，嘛是会做毋对代志。感谢你帮助班赞遐爸爸会当来认罪悔改。阮看到对这个故事，阮看到这社会阁有真侪家庭需要福音，需要信仰来帮赞伊，特别是因教示伊的囡仔的时阵。阮感谢你透过今日牧师的分享，互咱阁一摆来看，阮嘛审查阮家己。坦白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光照阮，互阮逐人勇敢面对阮心内黑暗，也恳求主赦免阮得到新的生命，常常伫你的内
伫光明内底。主啊，阮也为着教会集体来祈祷。主啊，恁知影阮每一人的需要，无论身体软弱、心内忧闷，也是家庭甲生活重担。求主亲自赐阮看顾，手赐平安、医治甲快乐，互因对你的保守中间得到安慰。主啊，阮也为着社区关怀据点引发一个好处边来祈祷。求主祝福遮个老师、志工甲学员，互伊的身心灵健壮，心内平安，对恁个听的陪伴中间得到温暖。也恳求你看顾伊的家庭，互平安甲稳定常常伫个中间。主啊，阮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到伊朗即摆战争有真多无辜的人民失去的性命。主啊，阮看到这个，特别是遐囡仔，我嘛是真甘。主啊，求主来紧紧，互这战争来结束。世间阮看到真侪不安甲惊讶，求主怜悯阮真百姓，互骄傲的人倒转，互掌权的人有智慧甲节制。愿你世间人所怀的受气得到煞，守持和平甲安定伫这个世界。主啊，阮知影万事拢伫你的手中，阮将一切交托伫你，求你带领咱的教会，互阮的性命，互阮食做世间光甲盐，见证你的恩典。这是阮的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成。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历史也会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传阮离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人光拢是你所带来。报告，歹势。伫报告进前，今日有新朋友来到阮的当中，让我大声来介绍。第一个是欢迎阮建成教会进前牧师庄德章的大囝新妇全家，请起立，互阮大家来欢迎。庄德章牧师的大儿子跟媳妇全家，谢谢，欢迎你们回到建成教会。第二个是张慧香，她带孙女在主日学，张慧香女士，好，欢迎你啊！她住在附近哈，欢迎你，谢谢。好，咱来看就报告。首先来看教会消息，有7点吼。第一点，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纪念主日。感谢黄牧师今日所带来的信息，请大家为着新学院的需要关心奉献。一个牧师代表南城前梦七星中会的水源教会请安。伫遮代表教会，感谢黄牧师。第二点，知梅牧师今日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礼典并且调开修会。第三点，教会奖学金本主日结束申请发放的办法，请看公布栏，要伫下主日来颁发。第四点，3月29号是清明联合追思礼拜，采登记制吼，所以请注明场次，最迟在今仔日将过年相片和干书。那伫台语堂跟华语堂有共同追思的故人，可以有不一样。第5点，4月5号主日爱餐后，宣道部举办复活节彩蛋活动，才登记报名。请在这个方便同工准备材料跟完成成批礼物，地点在1楼。第6点，请各团契会长将第2期的服饰排班跟聚会内容，在3月20日交给干事会诊。
第7点，教会财务报表1月、2月的已经公布，请自行参阅。团期消息，本主日青少年团契举办冬令营，地点伫台北小巨蛋。第2点，后礼拜5上午10点是熊年团契的聚会，由知梅牧师分享。第3点，3月28号拜六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嘛是知梅牧师分享。奉献民事若受错闹交的，请干事来订正。以上。上营信息第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医生说，请牧师祝祷，请起立。至圣天父。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稳定人民的主，呼召咱众人诚实到伫伊的面前，也互咱中间坚强的人通去担当无坚强的人的软弱。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角伫地，对即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袂倒必会。